为着要解决国内即马欠工，劳动部即马讨论要取消交挂学生点数评分申请的制度，还有留伫台湾就业分配名额上限，嘛要放任相关的技术条件，开放交挂学生来做饭店拼房间的房务人员。不过业者是有无共意见。 房务员订饭整理甲真清气，啊，毋过女宿业疫后工作人力严重不足。即马劳动部伫研究放宽交学生毕业会当留伫台湾的限制，其中一项就是开放交学生做房务员。只是开放清扫房屋的这种人员的话，对于现行在这边就读大学以上学历的侨外生，我觉得吸引力当然可能没那么大。 面对女宿业欠人力的问题，中央设3万至3万3个月薪加相关技术条件的方向，互交学生会当互旅馆请做房务员。不过，交生分析，交学生无一定介意，业者嘛有无共的看法。 台湾的年轻人几乎都不做这个工作啊。那外国的那个学生的话，我们是觉得乐观其成啊，这绝对有帮助啊。台湾的薪水又不是高过很多国家，那如果你开放这个部分，让他们有工作权的话，也不可能侨生会同意的。但是我认为，单纯开放房屋的部分是非公办。 按即卖做法，交学生想要留伫台湾就业方法之一，就是工作性质有专门技术性，薪水达到4万8，安尼就符合条件。若无，就要依照评点制，伫学历、薪水、工作经验这个项目有达到70点。啊，毋过这个制度还有配额限制。接下来会在讨论的方向就是旅宿业侨外生的部分，另外一个是把这个配额是不是要把它取消掉？ 劳动部考虑取消配额的限制，留用优秀的交学生，甲人才留伫台湾。因为国内各行各业拢欠人的问题，补足人力嘛是目前赶紧爱做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